湾俗语摕来谈，深色趣味是有内涵。欢迎收看《报道歌丁》，我是林显元。台湾俗语是咱祖先伫这个土地生活体验所产生的智慧。报道歌丁就要用俗语带乡亲，咱做伙来去看咱台湾人的故事甲文化。俗语伫咧讲，食少是有滋味，食济就无趣味。这个意思是咧讲吼，好食的物件都爱看看食，斗斗食，安尼吼才会当食出伊的好滋味。若是食伤饱吼，就算讲是山珍海味，你就失去了享受美食的趣味咯。咱今仔日咧要来讲台湾菜，若是要介绍好食的菜色，其实每一项菜的背后吼，拢有值得咱去了解的故事哦。台湾料理有偌好食，会使讲是世界出名。台湾料理的变化甲侪优色，嘛真简单，会当伫咧各地餐厅甲夜市仔来食到。随望安尼，同款的台湾料理，伫咧无共的所在，好的名嘛无共。譬如讲像即个，南部人叫烟尘食肉，北部人叫乌白切。若是讲想要食旺来，南部人叫太旺来，北部煞讲是下旺来。你敢知影南部的糜甲北部的糜是安怎无共？你敢知影煎地瓜是无细字做出来的台湾料理？菜脯卵好食的秘诀，15甲17是啥物意思？想要了解台湾料理的多元，就爱拄2捌台湾的母语开始，你就会当发现更较侪趣味。咱来去问遐个吼，来台湾游览的这观光客吼，伊家问讲吼，什么物件对伊上有印象，拢一定会头一项拢会讲是咱的好食的物啊，这美食啊吼。若是传统的这小食，或者是世界各国的美食吼，伫咱这个台湾啊，拢会让食得到哦。所以吼，咱今仔日咧会从咱台湾历史的过程中间呢，去了解到正港台湾菜的故事。咱今仔日嘛真荣幸吼，去邀请到咱的饮食作家陈静怡老师来到咱现场。大家好，咱台湾你认为啦吼，上会当代表咱台湾菜的这个菜是啥物？我是感觉番薯糜，番薯糜是最有代表性的。阮爸爸吼食这个物件吼，伊会感觉讲以早这种是无钱人啊，伊个散车人才咧食的物件，那饭甲掺番薯签吼，番薯签糜，这种是算讲是散车人才咧食的物件。迄阵伫战后的时阵，咱这盐啦、糖啦、米搁这炭火这些物件，就是先变做是军备咧使用的。咱若是一般的百姓想要食这米吼，就爱开钱去买，迄阵米就是足贵的，所以就讲爱掺这番薯，做伙伫内底来食。所以讲咱古早一句这个歌曲甲俗语吼，时到时担当，无米就煮番薯汤。所以伊感觉这是有表现着讲咱台湾人足乐天的这个性格吼，就是讲这反正代志到时阵一定有办法通解决啦吼。有米就食米，无米咱就煮番薯汤，嘛是会当过活安尼。是吼，这番薯就是不管是搁较差的土质，水分搁较少，伊都是有法度通好会当生存落来，会当活落来。这就敢若咱台湾人共款吼，以前是为东山过来台湾，就敢若一粒这个番薯共款。落土了后，就是会想讲会当活落来吼，会当生存伫这个土地，吼找一个足侪这个求生的方法呢，才有咱即摆遮富足的生活。除了这个番薯吼，还有番薯糜是会当算讲，老师你认为讲代表咱台湾特色。当然这个台湾菜吼，有百款有遮尔济吼，上代表的菜吼，老师你认为讲是啥物？大家介绍这个菜脯卵。菜脯卵。这无什么稀奇啊，厝内大家拢会晓煎啊。菜脯卵相当是咱台湾菜餐厅的代表。我其实就是伫下门啦吼，汕头这潮州迄个所在嘛是有食到咱这菜脯卵。迄个所在的菜脯卵就是甲咱厝的共款，就是安尼煎起来扁扁，脆脆，有搁小块乌乌安尼。是安那在伫台菜餐厅的菜脯卵会当变做这个形体吼。伊内底有伊的这个技术伫内底。迄阵伫咧食菜脯卵迄阵吼，迄个师傅就边仔伫遐讲，这粒吼差不多敢若17年啊。
迄粒吼可能差不多有15。哦。你敢知影这17、15代表是啥物意思？无摕一支笑来量啦，量看卖讲是毋是伊这跨度还是伊的特径吼？看你是15寸还是17寸？到摆因才甲我讲吼，这15就亲像月娘共款，8月15个月娘上安尼圆滚滚安尼。是哦，所以15是标准的。对，就是爱圆滚滚安尼，才代表讲伊做了有好。啊，毋过毋是干那即个条件尔。是哦。伊佫有条件，就是讲伊的即个正面吼是爱平的，吼。正面平。嘿，袂使讲起一边啊，或一边悬一边低，安尼袂使。啊，像你较我讲安尼中间会塌落去吼，安尼嘛是袂使。我问过一个师傅，伊讲伊去即个因这头路的时阵，师傅就甲讲吼，你的工课就是煎这菜脯卵。啊，伊嘛是想讲，这么简单的代志，这么简单的石头，我来这甲你学师啊，到尾要你叫我去煎卵安尼。而且伊毋免学别项哦，伊敢若规工就煎菜脯卵就会使啊。是哦。嘿，啊，毋过伊煎2个月了后吼，伊就感觉足沮丧的，因为伊还袂煎好一粒菜脯卵，迄师傅拢讲伊煎的袂使。是。所以讲，这煎这菜脯卵的技术是足重要，而且是别个所在所无的。食的时阵吼，伊的口感，卵爱芳，葱仔嘛爱芳，哦，啊这菜脯爱脆，啊食起来爱甘甜，啊搁带咸，哦，啊而且这菜脯卵袂使甘油，就是安尼拢会当把握着吼，才会当算讲是一个合格的菜脯卵。有影吼，这是咱台湾人的个性啊。哦，看起来简单的物件，但是内底拢做学问哦。啊，这个牛肉面这个物件，嘛有人甲我报呢。啊，这个牛肉面会当算讲是咱台北的代表，因为台北迄阵是上济，咱会讲外省人吼来到这个所在。讲起来，像这个牛肉面哦，伊的时间较短啦吼。啊，若是切仔面甲担仔面，就差不多有100年的历史。啊，担仔面伊嘛是用切的。啊，切仔面嘛是用切的，啊，这担仔面甲切仔面是有啥无共款？老师，你甲咱讲，直接甲咱讲破点破者。担仔面是算是伫南部，哦，啊，南部来讲，伊迄阵是用即个，因为足细，伊的碗较细，所以伊的面较少，所以伊拢是担仔来去卖吼。是。啊，伊你无感觉足好奇的，讲奇怪，所有煮面的拢是徛咧煮。那会干那迄个担面，伊是坐咧煮，是，因为伊面较少，啊，所以伊的水量就较少，啊，伊的汤啊就较细，啊，所以伊有法度通坐咧切就对啊。伊的汤头就是用这个虾壳啊，搁虾头，吼啊，落去剁的，啊，搁落去滚汤安尼。伊会用着蒜泥，啊，用着乌醋，啊，用着盐水，吼，啊，搁上重要得搁肉色。是。啊，过来就是讲，伊这面顶头就是爱放一只虾啊，是，吼，佮2只佮袂使哦，吼，一定要一只吗？一只，因为迄阵吼，就是1895年的时阵，即摆的资料找到啦，吼，就是台南一间杜小馆已经开始安尼做的，啊，伊安尼做慢慢出名了后，就变做大家拢学伊安尼做，啊，就即个形式就固定落来安尼。是啊。除了讲因这汤头差别了吼，啊这。区域嘛有无共款，啊汤头来讲就是讲北部的这个切仔面，伊是用大骨汤落去控的，哦是，嘿，啊而且伊是用切的嘛，啊伊就重这个切的动作，哦，所以切爱切到8解，吼，互伊慢慢的当变做成一个球状安尼，啊，扣在这个碗内底时阵吼，伊就有一个形体出来。是安尼慢慢来切。有听到无？迄人咧煮食的吼，咧卖切仔面的吼，一定爱会记哦。老师有甲你教哦，爱8解，迄才是好做高人哦，吼老师。不过即摆吼，因为我感觉是因为效率的问题款啦吼，即摆人拢无咧切啊，只是讲吼，甲放在内底，互伊煮甲熟、煮甲烧安尼尔。其实吼，咱台湾的这个料理哦，拢是看起来足简单，啊洗碗啊吼，但是内底有真侪文章伫内面啊。啊，佫有一个物件，我自细汉我去餐厅食台湾菜的时阵，我讲啊，真哪有做台湾菜？啊，明明吼，伊这个菜内底迄个什物物件的这个素材来源吼，毋是无一定讲是台湾在地。有当时会无共款的料甲炒做伙，啊，即个物件号做客家小炒安尼。啊，我迄阵伫即个马来西亚有一个朋友，伊一届咧演讲的时阵吼，伊就问下骹人讲，大家敢知影有啥物菜吼是客家菜的代表？啊，都有人举手就讲即个客家小炒。吼，啊，伊就是讲你是台湾人吼，
啊，迄个人出一条讲，哎，你哪会知影吼？伊讲客家小炒是敢若台湾才有的客家菜。是哦。嘿，啊，我迄阵嘛是，唔知影讲有即个代志，啊，我就拍电话去甲客委会问，啊，真正是安尼。是。吼，这客家小炒一就是讲咱伫台湾的客家人因所做出来的一个菜色，伊用客家话发音啦，吼，叫炒肉。啊，这客家小炒伊会开始有即个菜，主要是甲因的即个拜拜有关系。哦，因的生理内底就是有这个流鱼，啊，这有猪肉，啊有鸡肉，啊，就甲这猪肉甲流鱼留落来，再做即个小炒，即个炒肉。较早吼嘛是会讲，就是讲因若是厝内有喜事的时阵，这厝边头尾就来斗相共，喜酒食煞了后，就甲这猪肉吼分送互这来斗相共的即个厝边。啊，这厝边就摕即个肉，啊，佮掺一寡流鱼，还是掺一寡蒜啊吼，落去炒菜安尼，就变一项菜。啊，佮有一个足特别的所在哦，就是这客家小炒吼，伊食袂煞，伊这菜吼就是蒜啊食了后吼，伊就去菜园啊，佮挽一寡芹菜转来，啊，佮放落去佮继续炒菜。是。啊，若是这三层肉食了后吼。佮无通，就无肉嘛吼，就去切一寡肉丝来，佮放下，佮继续炒，啊，佮变一项新的菜。啊，就安尼食来食去，就愈食是愈炒是愈芳，啊，愈芳是愈好食呢。啊，毋过伊有一个特别的重点，就是讲伊袂掺糖，伊嘛袂掺番仔姜。番仔姜嘛袂。嘿。啊，是。较早的口味是无遐重啦。是吼，虽然讲伊号做客家小炒，但是事实上伊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菜。哦，有真侪拢是咱台湾的人情味伫遮啦。宝岛高阿丁，内容足丰富，有地理，有历史，嘛有人文甲故事。咱若是知愈济，捌愈深，对咱台湾就会听入心。依照台湾的流行歌曲，拢会甲真侪食食的名写落去歌内底，像讲烧肉粽、青蚵仔酥。啊，毋过是安怎敢若有青蚵仔酥，却无乌鱼子酥？台湾料理当中，常常有真侪配料，像讲饮食啊，就是激豆油剩落来的物件，算是真侪台湾料理当中好食的秘诀。另外，还佫有一寡果子。伫咧台湾的料理内底，所变做主要的角色，像讲台湾人真爱食的旺来烤鸡的旺来。台湾料理有遐尼侪口味，甲真侪选择，到底啥物才是宝岛的台湾味？咱讲到这个台湾菜，我们若是会当用食的，啊，嘛会当用唱的吼。若是要用唱的，一定会想到一首真好听、佮真经典的这个民谣，叫做《青蚵仔酥》。老师，我要请教你，是安怎是青蚵仔酥啊？毋是乌鱼仔酥啊？毋是其他杀肉鱼酥？是安怎一定爱青蚵啊？青蚵仔酥较特别吼，伊这爱甲这蚵仔一粒一粒挖出来，啊，挖了吼，这壳佫袂使稀杀，壳爱甲层层的吼，90个这个壳吼。才称有10块，是，吼，啊，所以一工赚无才200-300块尔，所以这个做哀怨的这种情怀是甲这个歌是就符合的，嘿，所以像讲咱讲这个蚵仔煎啦，是，蚵仔汤啦，吼，啊这饮是蚵仔，饮是蚵仔啦，吼，蚵仔面线啦，嘿啊，这足侪蚵仔的这个料理伫内底。所以讲，蚵仔嘛是对咱台湾来讲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。我们食到蚵仔，我记得讲以早要食蚵仔这个物件，算讲是上物啊嘞。但是即马吼，变做足贵的呢。所以讲有真侪台湾的这个吃的物件，嘛变化。搁比老师你头拄仔讲蚵仔面线，但即马拢变做大肠面线。我以前吼伫南部的时阵，我拢是食蚵仔面线，内底是放蚵仔。啊，我到台北了后吼，我撮一条，讲奇怪，内底哪有大肠啦？伊迄是偷工减料吧？是啊是啊。迄阵就是感觉奇怪，讲哇，南部甲北部的菜真正是有无共款的所在。当然啦，在食吼，毋那是敢若食饱啦吼，其实吼佫有食卡啦吼。台湾菜内底吼多一项会当代表着讲咱食补的这个材料吼，这个食材。
得爱讲着地瓜啦。地瓜，对，老师你无讲都无想到，以前若是讲人破病啦、感冒啦，我对伊迄个气啊、迄气吼较虚的时阵，啊你煮一下地瓜汤，撒一下地瓜来食。细汉时阵吼，就是知影讲，就是查某人吼，若是做月来时阵，就爱食麻油地瓜嘛。吼啊，这个查某囡仔若是月事的时阵，就爱食地瓜汤。是。嘿啊，所以讲这地瓜咱讲起来讲有保护的这个概念的对啦。所以讲较早的时阵，就是足兴咧食地瓜。是。吼，啊，毋过这地瓜较早价钱是足贵的。对。嘿，咱会讲，譬如讲1952年的迄阵吼，迄阵的上顶的赤肉一斤差不多13块。是。啊，毋过这地瓜一斤就要16块。哦。安尼有影贵。嘿，啊，迄阵，差不多1967年的迄阵吼，迄阵若是要食，要剃一个头，差不多7块。是。嘿，啊，毋过一斤的地瓜就要32块。哦，是安尼。价钱差足济吼，所以讲，这个地瓜迄阵上贵的时阵是到一斤爱160块。无怪以早阮阿母啊、阮母啊吼，咧带我去食迄切仔面的时阵啊，食切仔面毋是敢若食面啊，搁来切一寡菜啊，对无吼？啊，迄菜都去有地瓜啊、猪耳啊吼，啊，什物鸡腱啊，安尼各方面，阮妈妈就讲吼，哎。食猪耳，地瓜伤贵，咱就食猪耳。伊可能猪耳较大片啦吼。啊，我感觉讲像即款食肝啦、食鱼啊吼，这种算讲是咱会当算讲咱台湾的特色呢，因为外国人毋敢食呢。台湾菜吼，叫做台湾菜，其实配料嘛真重要。啊，什么款的配料啊？重要的配角是啥物？你认为讲台湾菜内底有一两项啊，或几项是重要的配角？放入去了吼，或者台湾菜的特色就安拢规个跳出来。我是会感觉是饮食啊。饮食啊，这敢敢若咱台湾有吗？伫台湾是感觉伊对咱的意义较大，是，就是讲较早以前咯，咱是用黑豆咧做豆油，是。嘿，啊是到日本时代了后，较进口黄豆，啊即摆咱市面上看的较侪就是黄豆的豆油，是，啊以前这黑豆的豆油咱是叫做印油，是，嘿，所以讲这个印油去做出来的这个就是讲废料就是这个饮食啊，是，啊饮食嘛是。嘛是讲毋是袂使食啦吼，伊嘛是食起来咧伊有即个咸度，而且有伊个甘甜的即个味，所以讲来掺喺咱的菜内底吼，一食咱就是有即个台湾味的感觉。哦，饮食啊，算讲是咱台湾菜内底真重要的一个配角。饮食啊，就是讲咱可能是日本时代进前的有的即个产物嘛吼，啊迄阵就是家家户户其实拢会即个做豆油啦，有的人厝里会做豆油。啊，嘛有即个豆油车会来，是，啊，就听到这豆油车就摕这空管啊，去甲底豆油。啊，这就是讲较早就是讲，若是无钱，互附小吼，就是讲甲即个豆油杯就讲无要紧啦，你先欠的吼，等你厝的收成了后，你再搁互我就好安尼。就是咱台湾人情味嘛是伫内底啦。是，我感觉讲哦，台湾人食即个饮食啊，吼，我有一个记忆，就是讲以早因为拢个生个，因为做豆油嘛，啊会生个足咸的吼，啊咸咸的一寡即个饮食啊吼，放伫菜内底吼，比如讲迄盐嘛免放伤济吼，啊有迄个味。啊有当时你厝的吼，若是有影是散车到无物件通好食的时阵吼，饮食啊配饭啦、配糜啦吼，比如讲安尼这样食一顿哦，其实迄嘛是咱台湾人的困欠。哦，算讲会惜米啊，袂将遐做物件的即个食物的迄个食材甲浪费。咱甲其他的即个华人的地区吼，迄个口味顶悬有啥物款的特别的无共款的所在？我感觉吼，咱台湾人就是食足正的。食较正吗？嘿，毋是较正啦，足正的。是哦，是哦。因吼有迄阵就是开放大陆的人来观光嘛吼，啊，因会问讲。去过的人讲吼，啊，若是要去台湾，就爱炸啥物啦？炸盐吗？对咧。有影吼，拢无味啊咧哈。毋是讲叫伊爱炸胃肠药啊，是甲讲你着炸迄个豆油啊吼，还是盐啊炸去安尼。讲台湾的菜拢无味啦。有影咧，咱台湾人吼是食较正有影吼。安尼你敢毋知为虾米咱的口味？其实咱较早的口味是较重哦，慢慢来变正是安怎？毋知咧。因为台湾西药剂的人就多，是，所以讲惊到啊。真的是这个原因吗？嘛是有这个原因啦。啊，还有就是咱的政府有一直咧提倡讲吼，咱
为了健康啦，为了健康，为了健康，吼是吼，有影啦。其实吼，这个饮食咧，随着这个时代啊，文明病啦吼，这个变化吼，咱应该去注重就对啊。我这边换我来问你，来考你。你食过遮尔济，你研究遮尔济吼，有世界各国的菜吼，啊，台湾菜你遮尔了解，来，咱找一项啊菜是咱台湾土生土长的菜是倒一项？这我想要介绍的吼，就是咱土鸡仔城内底一项菜。是哦。嘿，伊叫做往来烤鸡鸡。啊，都这点吗？是啊。这点。你以前敢捌去过这土鸡仔城？一定有诶，啊，细汉的时阵食时行啊，未食素的时阵都有去啊，爸爸妈妈都会带阮去遐佚佗啊，食趣味啊。我是毋捌伫其他的所在看到讲吼，甲往来甲烤鸡甲做伙来去煮菜啦。是。而且以前吼，就是迄个土鸡仔城，伊内底的主角就是鸡肉嘛吼。连规道的物件拢是鸡肉，就食会鲜啊。是啊。所以讲，因这口味的变化就是足丰富的，足侪。吼，这甲烤鸡本来是足苦的物件嘛。这往来，伊就是用硬往来啦。是。吼，这往来食起来是安尼酸味啊酸味。两个落去做伙煮了后，足特别的这个结合吼。这烤鸡会变做袂苦，是。这往来嘛袂酸，讲这是一个咱足特殊，而且足好食的一个汤。佫退火，是。这两项物件，烤鸡啊、往来啊，这种算讲是敢若退火的物件吼。饮食这个物件是随着时代吼，伊口味会去转变佮改变，变迄是必然的。但是有一寡物件是必然袂用变的物件。这个菜伊有家己的生命力哈，所以伊一定会改变。啊，毋过要变做什么方法，变做什么形体吼，就是讲咱要创作的时阵，就爱有所本。吼，会知影讲什么物件会使改，什么物件袂使改。是。啊，每一项菜伊的重点拢无一定共款。是。有的是刀工，有的是口味。啊，所以讲台菜要走向什么方向来讲，我感觉上重要就是爱先了解。这是为倒位来的，安尼才知影要为倒位去安尼。是吼。而且我感觉，若是要台菜要甲发展好好吼，有一个最重点的，就是爱会晓台语。是。嘿，咱是当讲，咱去星巴克咧啉咖啡时阵，因迄服务员是拢用英语咧讲嘛。是，有当时讲用法语。所以讲，咱这台菜要发展吼，这台语上最重要的，为虾米？咱会讲滚汤。是。吼。兄弟是，这葱仔白白的，是吼，什么意思爱知影，无唔知影要安怎做，这关系到这个火大小，这菜的口味，所以讲这关联性拢足重要的。其实吼，这个食物啊、种种啊，各方面吼，拢是会当算讲是会流动啦吼。啊，因为时代改变啦，会创作出真侪符合着咱当地的食物啊。啊，有当时人咧讲啊，俗语就咧讲啊，食少吼有滋味。啊，食济吼都无趣味啊！啊，今仔日咯，真感恩着老师吼来到咱现场来甲咱讲真济关于着台湾菜一寡故事。啊，相信大家吼哪食是哪有味，啊哪食着哪趣味。感谢老师呢，啊希望讲吼日后啊，咱去食菜的时阵啊，你会当甲咱加讲一寡，咱知影讲咱台湾的人情世事，啊嘛多推广咱的健康养生啦吼，这是咱台湾的特色。感谢老师，谢谢学员。报道歌顶用俗语参故事，甲乡亲来博感情。下礼拜请准时收看。报道歌顶，其实这个